吃薯片喽！哎，也不短了啊，一直干的也不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夫人对你，要求的严格了一些，但作为你来说，就更应该做好。可是，他也不能对我那样的态度啊。他是主人，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你都要努力去做。洛洛，别让我太为难。哦，知道啦。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啊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在我前走了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没错。没有味道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儿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方叔，我觉得少夫人好像变了一个人的样子。你说她以前多和善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少夫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哎，这些状况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到顾家以后才出现的呀。苏小姐，苏小姐人挺好的呀，她和少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呵呵，哎呀，主人家的事儿，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啊。我会跟老夫人说，让她劝劝少夫人。你呢，做好自己就是啊。方叔啊，如果少夫人脾气要一直这么坏的话，我可就真的不干了啊。苏小姐，还在忙啊？对呀，我刚打扫完少爷的房间，现在把这个收拾一下。啊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哎。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都怪我表妹，露露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她，好不好？那也不是啊，她是少夫人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苏小姐，少夫人好像最近心情不大好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？其实我表妹她脾气一向不太好，之前可能是因为刚刚到这儿的缘故吧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头我劝劝她。谢谢苏小姐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听她说，她嫌你们工作不太认真，要扣你们薪水。我提醒你一下啊。她要扣我们薪水？停。贺锦熙，该睡觉了。好的，我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。你先睡。怎么回事？贺锦熙，啊？你
吵，别吵！贺锦熙，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别太过分。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玩个游戏你至于这么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你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。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想干什么。啊，是，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露露说的，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啊，是。妍希，你最近表现真的很好，你要加油哦。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愿望就会实现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离开顾家？巴不得你今天就放我走。那最好了。只有顾家人讨厌你，我才能顺顺利利回到顾家。好了，既然出来了，别坐着了，陪我出去逛逛街。顾少今天闲情雅致啊，知道约我们哥几个出来玩玩。人家是心情不好，出来散散心。我们是作陪 ，you know。顾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那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了。你们说，这女人真是说变就变，怎么这么难搞啊？而且越来越过分。顾少啊，事出常态必有妖啊。要是这种情况，你就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是不是做错什么，有没有惹到他。如果都不是，那你就要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了。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这个贺锦熙的变化，就是从他表姐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跟他表姐有关系？对呀，他那表姐不是对你动过真心思吗？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跟这件事有关。这个是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它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。等一下看看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。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你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城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
这个贺锦熙太不像话了，平时不见得花钱，一下子就刷了上百万。老方，他都买了什么了？啊，听银行张经理说，少夫人应该是买了一些奢侈品，所以刷了这么多钱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夫人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有什么事说吧。你说我们平时伺候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扣我们工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扣你们工资啊？哎，不是那天你亲口对我说的吗？我还劝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是不愿意。对，是我说的。你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当然要扣工资了。我们哪里工作做得不好？如果说你硬是要无缘无故扣我们的工资的话，那我们集体就罢工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就不干了。能干就干，如果觉得不服的话，全给我收拾包袱走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哎，露露，哎，你们先过来，姐，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这件事情是我表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们道歉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扣你们工资的。苏小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们放心，如果她一定要扣你们工资，那这个钱我自己补上。是，真的？这啊，还有，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人人有份，一会儿到房间拿，好不好？谢谢苏小姐。谢谢苏小姐。哎，苏小姐，对，这样就好，还是苏小姐人比较好。还是苏小姐人好。嗯，你看看吧，越来越过分了。不但克扣人家的工资，还乱花钱，买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顾家不差这点钱，可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呀。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儿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找锦溪，我会找她聊聊的。